高雄之前有一个嫌犯连续杀死3个人，佮分尸。检方认定这个现场的嫌犯涉嫌杀人，因为伊杀害3个人，所以求处3个死刑。虽讲检方即马起诉啊，验过法院是认为伊罪嫌重大，所以裁定继续收押3个月。嫌犯张介宗早起互移送到高雄地院，伊涉嫌连续杀害3个人，并且分尸。检方离被侦结，求处3个死刑。伊也无在世啊，无遐啊，伊也无。伊家一个人啊，无迄落，伊嘛无啥物人去陪，对。这个案件，高雄地院已经完成分案，先对这个强制处分开庭来审理。犯罪嫌疑重大，又被告所涉杀人罪嫌，系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并有相当理由主认被告有逃亡、湮灭、伪造、变造证据之余。法官认为有事实认定张介宗可能一直犯罪才进行，裁定关押禁见3个月。回顾此案，张介宗涉嫌对去年底到今年2月陆续加姓黄、姓张、姓林的3个妇人人等死，检警并且查到钢槌啊、加刀这凶器。佮再来检警和被害人的遗体。经过比对2855支监视器，认定张介宗对3名被害人拢有杀人故意，也涉犯损害甲遗弃尸体、偷摕以不正方法又自动付款设备处理他人之不这罪。有经验又是老手，所以他可以事先思考过整个历程，跟他事后怎么去避免被追究、被发现的这些表现的这些准备。所以我觉得说他应该是预谋性的犯案，应该也是经过相当的考量，另外也考量到宪法第8号的这个判决来作为认定的这个依据。虽然张介宗到基层医院外认罪，不过捕害3名死者，检方应对2月到5月陆续开出死亡证明。有律师认为讲，这个案件检方求处死刑无意外，后续还是爱看法律攻防。不过是伫案件受到注意，也属有重大刑事案件在前提之下，疑心张介宗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是袂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